关心天气的消息，即马又搁要来变天啊！这气象署表示讲，明仔载暗时开始，因为这冷空气落南，搁加上锋面的影响，所以这全台湾天气会变甲湿湿又搁冷冷，气温嘛亲像是楚流龙共款。那今仔日就是228连假的上八日，这国道5号上北的方向是大塞车，无到20公里，所以这高公局呢是预计要等到暗时10点的时阵，这交通才会渐渐消透。12强冠军之路的热点上尾一天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门口排咧排甲真长，真侪民众拢把握休困日的好天气，太阳出日出门行踏。不过，这款烧热的天气敢若持续到初3，为初3暗时啊开始，温度就会一路降低。受到冷空气落南加上锋面的影响，华南的水汽一波一波通过，天气会变较湿湿、较凉冷，会一直持续到后一个拜六礼拜。真正明显的下雨将会是落在晚上的时候。在明天的晚上开始，一直到周3的清晨，这时候雨势将会特别的明显，而且这样子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哦。我们不排除各地都是有出现阵雨甚至雷雨的天气。28连假休假这天，高公局预估交通量会达到113百万车公里。到早起10点为止，国道5号上北雪山磅空通过量差不多是8400台次的车，甲去年连假差不多。不过为9点就开始出现上北的车流。早起11点，头城到宜兰这段车速敢若18公里，按算要到暗时10点才会豆豆消透。但现在早上9点开始，北返的车潮都有陆续涌现的趋势，然后相关的缴管措施，像是主线移控以及开放大客车行驶路肩，都在9点的时候有陆续去实施。目前北中南的路大部分还算好走，不过国道1号上北的路段，按算下晡2、3点了后，就会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阵，而且会持续到暗时9点了后，才会豆豆消透。明仔载就准备要上班啊！气象局嘛提醒，测试透早进前爱注意云的较低，嘛可能会大雾，也是要注意交通路段的情形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